終於揾到啦！wow正冰室呢間餐廳個位咁鬼隔涉，差啲遲到要扣錢。歡迎光臨wow正冰室，請問幾多位？Hello， 我係 Nice Food 外賣師，過嚟拎外賣㗎，訂單編號係 WJ001。師傅仲整緊帳單下，未有咁快，等多唔知10分鐘啦。餐廳出面有個取餐區，出去等陣先啊。今日好凍喎，真係要企喺出面等咁耐啊？係嗱，唔係幫襯就唔好阻住地球轉啦，出去等叫號碼啦。明明餐廳入面就仲有好多位，但外賣員都係要喺餐廳外面等。好鬼凍啊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嗨，等咗好耐啦，到邊？又遇到呢啲西客，都唔知吹乜鬼，明明都未夠鐘，唔覆佢先。唔覆，我會向平台反映問題。咁遲先到，啲嘢食都凍晒啦，有冇搞錯啊？小姐，而家啱啱好2點半，冇遲到喎。咩態度呀？等到最後1秒先到，又倒瀉晒啲湯，我實喺個 app 度投訴你。頂，真係唔好彩，晨早流流就遇到啲癲婆。Nice food， 你有一張新訂單，已成功接到訂單，請盡快送餐。嘿兄弟，要上下線搶到單㗎，加油！搵食艱難，而家做外賣都要有錢買器材，先可以爭到食。搵個位坐低食個飯先，陣間下午茶時間有機會接到大單。哥哥仔，你想喺公園揾位食飯啦？係啊，諗住喺公園邊食邊等單會方便啲。咁你加油啦！幾間外賣入嘅外賣員日日都喺呢度霸位食飯，大家都諗住室外食飯，可以方便啲接單。Nice food， 你有一張新訂單，已成功接到訂單。今日真係好彩，接到靚單我走先啦，有緣下次再講啦。反正喺屋企附近，索性今日都係拎返屋企食算。自由工作者就係呢啲位夠彈性，都幾好。媽，我買咗個飯盒返嚟食啊！兒子，你點做飯呢？點點也沒真的好笑咯。冇計啦，公園冇位食飯，唯有拎返嚟屋企食。食完有外賣單，我晏啲就會再出去㗎啦。兒子，在你要請太個仔去做保安，一日飯是2個鐘，每個月都有滿點2萬蚊。比如我幫你們剎車啲個邊種請唔請人，你去乖乖地揾份穩定啲嘅工啦。媽，但係我依家做外賣師，夠晒彈性，又唔使睇老細面色，我做得好開心喎。你咁大個人都唔知人，阿媽冇亂鬧你啦。總之每個月家用都要照備，其他嘢我唔理你啦。阿媽根本唔知做外賣師有幾好，每個月如果勤力啲接單，計埋埋淨收入都有差唔多1萬鐘，又可以周圍行，當做運動，不知幾好。Nice food， 你有一張新訂單，你有一張新訂單。哇，又會無啦啦落大雨嘅。不過做外賣呢行，仲有一個優點就係打風落雨生意特別好，哈哈。已成功接到訂單，請盡快送餐。哈哈，
好彩一早同公司租咗頭盔同防水外套，就算咩天氣都唔怕抌濕，哈哈！專業嘅外賣師就係要咁樣。哇！呢啲有錢人屋企嘅大堂真係好氣派，唔知一個月14,000租唔租得起呢？大叔，送外賣上樓要過嚟呢邊做翻登記，身份證啊唔該。哎，最憎呢啲高級住宅嘅保安，又要睇呢樣，又要睇嗰樣，起碼都搞5-6分鐘，已經試過俾佢哋搞到遲到幾次，真係乞人憎。咦，我認得你，你咪隔離屋窩太個仔。我之前聽窩太講，你喺大公司做緊物流師㗎喎，乜原來係做緊外賣員啊，笑死！我都冇講錯啊 ！Nice Food 而家喺香港都做到好大，外賣師專門幫手運送食物，都係負責貨物輸送，返工時間又彈性，不知幾好。大哥，你又講得幾有道理，等我今晚都研究下先。不過唔講咁多住，大哥過嚟登記咗先，唔阻你揾食啦。最衰都係陳太個仔，登記咁鬼耐，搞到我遲咗拎唔到準時保。保安永遠都係外賣員最大嘅天敵。Hello， 唔該晒你啊，外賣哥哥，我哋呢度係咪好難揾啊？都係啊，你哋呢度好隔涉，都用咗少少時間先揾到，加埋又要留下保安登記，又冇咗幾分鐘，真係唔好意思啊，要小姐你等咁耐。千祈唔好咁講，我都知出面落緊大雨，呢度又難揾，辛苦你就真。哇，真係難得，竟然遇到識尊重外賣員嘅客人，而家喺香港地真係唔多見啦。收到來自客人 K 的30元貼士。哇，黐線㗎，原來出面咁大雨，睇嚟今日都係早啲收工算啦。Nice Food， 你有一張新訂單。哎，呢啲天氣零舍多單，呢張單乜料啊？要送上山頂，我印象中嗰個位連車路都冇，點送啊？老細，爬多2個山峰位就到啦，等多我半個鐘。客人已加額外貼士100元，一共128元6毫。哇！加成嚿水貼士又唔同講法喎，呢單嘅收入等於平時行3至4單，辛苦少少行上山都值得喎。已成功接到訂單，請盡快送餐。啊，睇下先，應該下個街口行上樓梯，之後再駁上去山道。2025年，一名外賣員8號風球下工作受傷，外賣員定義為自僱人士，責任帶來經濟壓力，最多為26周，補償金額有封頂。